喺實用寫作入面，內容部分除咗整合資料就係拓展部分啦。所謂拓展，其實就係要揾到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關鍵連接可以話係成個內容部分最重要嘅地方啊。所以內容拓展一項要攞到高分，掌握關鍵連接嘅應試技巧就至關重要啦。咁究竟乜嘢係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呢？點解除咗好似喺我哋嘅課堂之外，都未喺其他地方聽過呢？原因好簡單，因為呢個係我哋自己創嘅術語咯，方便同學容易啲去記，同埋容易啲明白個中嘅重點㗎。咁如果你有跟開我哋嘅課程嘅話，應該喺唔少地方都聽過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㗎啦。今堂就等我哋同大家拆解一下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啦。我哋再睇返呢一版咁重要嘅評分參考先。當中喺內容一項入邊提到，除咗整理資料之外，仲要加以合理的補充、引申或發揮。呢一句咁重要嘅說話，就係我哋今日所講嘅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啦。如果要用最簡單嘅方法嚟解釋關鍵連接，就係咁啦。各位同學，關鍵連接係題目要求你拓展、引申嘅方向。用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作為比喻，就可以好形象化咁樣講明拓展同埋引申嘅任務同埋佢嘅重要性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題目要求你拓展同埋引申嘅就係 missing 咗唔見咗嘅內容。咁實用寫作考試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任務就係要揾翻呢一啲唔見咗嘅內容啦。所以我就用 missing 嚟到去說明。至於點揾，當中又有冇線索可尋呢？咁我哋就要睇翻兩個重要嘅線索。第一係題目嘅寫作任務，題目要求你揾啲咩、拓展啲咩同埋引申啲咩啦。第二係整合資料嘅內容，我哋必須要根據整合出嚟嘅資料作為依據，再思考下一步點行，要拓展啲咩同埋引申啲咩。呢啲線索係好重要㗎，因為佢可以幫你直達 missing 咗嘅內容，所以我叫佢做關鍵連接，叫佢做 link。喺你揾到題目嘅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之後，你就會知道拓展內容嘅時候要寫啲咩啦。所以我話佢係拓展同埋引申嘅方向。所以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係聯繫寫作任務同埋拓展內容答案嘅一個重要連結。如果用一個圖像化嘅方法嚟俾大家睇嘅話，就會好似係呢一個圖表咁啦。再用一個比喻去幫大家理解啊！你收到條題目就好似意外地執到份藏寶圖，但係呢一份藏寶圖上面冇話俾你知個寶藏喺邊。好彩嘅係藏寶圖上面有好多密碼，你只要解到晒啲密碼就可以知道點樣去揾到個寶藏啦。喺藏寶圖上面嘅密碼就係題目嘅寫作任務同埋要整合嘅資料，你要揾嘅直達寶藏路線就係關鍵連接 missing link 啦。